全書總結，窮查理寶典是一部以查理·芒格思想為核心、跨越傳記、演講錄與評論集多重體裁的智慧合集。全書通過5個層次逐步展開，先讓讀者認識芒格其人，再揭示他如何學習與思考，繼而呈現其投資與人生哲學。隨後以一系列公開演講深化對商業、教育、倫理乃至心理學的批判性洞見，最終在媒體與評論篇章中映照出他在公眾視野裏的真實形象。整本書既是一部個人思想編年史，也是一套跨學科思維模型的實踐手冊。認識芒格，從律師到投資巨匠。第一章芒格全略以及相關訪談勾勒了芒格的人生軌跡。他在哈佛法學院奠基的法律事業，因收入模式受限而轉向投資，與合夥人創辦芒格、托爾斯、奧爾森律師事務所，並在房地產與股票投資中迅速積累資本。父親阿爾弗雷德·芒格的節儉與專注，妻子南希的無條件支持，使他得以將全部精力投入學習與思考。與沃倫·巴菲特的相遇，則開啟了人類投資史中最成功的黃金搭檔之一。這一部分讓讀者明白，芒格的成功並非偶然，而是個人價值觀、家庭薰陶與時代機遇的複利效應。學習與決策，多元思維模型的構建。第二章集中展示了芒格的方法論，他將本傑明·富蘭克林視為終身學習的典範，強調勤奮、求知、從容3原則。芒格的多元思維模型要求把心理學、數學、工程學、經濟學等核心概念內化為心智模型，以避免單一視角導致的認知盲區。他將投資評估流程清單化，從盈利能力、競爭優勢到管理層誠信，再到資產負債表的彈性，逐項核對。在誠實是最好的策略演講中，他指出道德自律是長期複利的首要來源。這一章告訴讀者，卓越決策往往來自跨學科知識網絡，而非單點記憶。芒格主義即席談話中的投資與人生智慧。第3章收錄的即席問答將芒格主義具象化。他反覆提醒年輕人，若不努力學習成功者的經驗，就會像不練琴的音樂家一樣失敗。因此，研究巴菲特與自己的言行是獲取智慧的高回報投資。他強調專注當下、控制支出、終身學習3大要務，並以幽默自嘲的方式警示人們常見的愚蠢選擇。這一章讓讀者看到，芒格的哲學並非抽象教條，而是與投資、婚姻、慈善、幽默感交織在一起的現實指南。11場深度演講，對商業與社會的犀利剖面。第4章的查理11講是全書分量最重的部分，從基本普世智慧到人類誤判心理學，11場演講幾乎覆蓋了芒格關心的全部主題。在哈佛畢業典禮上，他強調跨學科學習是專業人士的迫切需求。針對2003年金融醜聞，他尖銳批評會計準則與華爾街激勵機制的失衡。在慈善圓桌早餐演講中，他提出一流慈善基金應親自投資，而非外包給高收費專業人士。在人類誤判心理學中，他系統列舉了導致投資與人生失敗的20種心理誤判，如權威誤判、嫉妒誤判、恐懼誤判。這些演講展示了芒格的外科手術式批判，他先找到制度或人性的痛點，再給出低成本、高效率的解決方案。對終生學習、婚姻幸福、倫理自律的強調，使演講超越了投資範疇，指向完整而豐盈的人生。媒體眼中的芒格附錄與評論。第5章匯集了30年來媒體對芒格的報道與他發表於雜誌的重要文章。在對微軟反托拉斯案、石油巨頭貪婪、安然潰敗等事件的評論中，芒格始終保持第一性原理視角。若會計與激勵機制無法反映真實經濟價值，市場終將修正錯誤。這一章也讓讀者看到，芒格並非隱居的智者，而是願意通過媒體對社會不公與商業腐敗發聲的公共知識分子。全書洞見與啟示。複利思維、財富、知識與道德都是以複利方式積累，忽視任何一個維度，整體回報都會大幅折損。跨學科模型，真正的專才往往是知道關鍵概念的雜家，將心理學、
數學、工程學、經濟學編織成心智模型，才能避免手裏只有錘子，眼裏就只有釘子。誠實與自律，在芒格看來，道德是最大的投資回報。一旦觸碰底線，短期收益將被長期聲譽折現。批判制度缺陷，他對會計、律師、基金管理、股票期權等制度性誘因提出連環質疑，提醒讀者好點子往往敗給壞激勵。終身學習與幽默感，芒格認為幽默是痛苦的免疫系統，也是檢驗思維模型是否鮮活的試金石。7. 個人反思與行動清單。閱讀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將抽象智慧轉化為可執行的日常動作，每週至少學習一門與本職無關的學科核心概念，並嘗試用其解釋工作中的難題。建立個人投資決策檢查清單，在重大決定前逐條核對。記錄每天的情緒與誤判誘因，用芒格的20種心理偏差對照自省。將誠實、節儉、專注寫入個人使命宣言，並以季度為單位復盤，至少參與一次公益或慈善項目，體驗財富福利之外的社會回報。結語：窮查理寶典不僅匯集了查理、芒格過去20年最具分量的思想成果，也通過媒體評論與即席問答展現了其思想在現實場景中的動態反饋。他提醒我們，真正的財富來自心智的進化，而非賬面數字的膨脹。只有在知識、道德與行動3方面保持複利增長，個人與組織才能穿越週期，獲得真正的長久價值。閱讀、思考、實踐，再回到閱讀，這正是芒格式進步的閉環。實踐應用篇。要把窮查理寶典真正變成行動指南，而不單是讀完感動，需要把書中的原則拆解為可重複、可量化的日常動作。以下從個人成長、投資實踐、團隊協作、社會回饋4個維度，提出一套可落地的芒格式實施方案。1. 個人成長，讓知識以複利方式累積，每日跨學科10頁閱讀。芒格認為每天讀10頁歷史或科學類書籍，10年後將遠超同齡人。將其寫入日程表，早晨通勤時間閱讀，晚上用1頁紙摘要，建立個人知識格柵，建立多元思維模型清單，把經濟學的規模優勢、心理學的認知偏見、數學的排列組合、工程學的冗餘備份抄寫在卡片上，隨身攜帶，決策前對照檢查，逆向自省。每週末回答這週我避免了哪些錯誤，而非我取得了哪些成績，以失敗模式倒逼改進。2. 投資實踐，先篩掉錯誤，再尋找正確。防蠢清單5步：不跟豬打架，不 all in，拒絕這次不一樣。現金流優先於賬面利潤，能力圈內操作，能力圈原則。列出自己真正理解的行業與公司，任何投資必須能用1頁紙說明競爭優勢和估值邏輯，否則自動排除。鱷魚哲學：95%時間心等待，5%時間果斷出擊，把等待視為投資回報的一部分，而非無所事事。歷史案例復盤：投資前先研究3樁類似事件，用講故事方式記錄觸發因素、市場情緒與結局，降低認知盲區。3. 團隊協作，用制度放大個體智慧。會議前5分鐘逆向風險掃描，團隊成員依次回答：如果我們要失敗，最可能的原因是什麼？把潛在誤判暴露在決策前。格柵模型頭腦風暴，邀請不同職能人員、財務、技術、市場、客服各帶一張卡片，從各自學科挑一個模型解釋項目風險，形成交叉驗證。流程清單化，把項目里程碑拆成檢查清單，與芒格的投資檢查表對應，確保每一步都有可追溯的量化標準。4. 社會回饋，讓財富與聲譽產生2次複利。慈善親自投資，遵循芒格建議，把慈善資金當作自下而上的盡職調查，優先投向自己理解且驗證有效的公益模式，而非單單看名聲。反向宣傳，成功經驗往往令人模仿，負面案例更能教育大眾。定期發佈失敗案例白皮書，公開自己的踩坑記錄，以公共知識形式放大收益。結語：芒格的智慧之所以歷久彌新，是因為他提供了一套自我進化、錯誤免疫、複利增長的閉環。
當我們把跨學科模型、逆向思維、清單制度和長期主義陷入日常，書中的箴言就不會停留在格言，而會轉化為可觀測的行為、流程和結果。這正是窮查理寶典最大的價值所在。熱門劃線金句篇，以下匯總此書最受讀者青睞的10句熱門劃線，並依章節分類，便於隨時翻閱踐行。第1章傳略與生活哲學，關鍵是把手頭的事情做好。把手頭的事情做好，把已經擁有的客戶照顧好，其他的自然會來找你。我這輩子遇到2的聰明人，沒有一個不每天閱讀。我的孩子們都笑話我，他們覺得我是一本長了2條腿的書。和已逝的偉人交朋友。如果你確實在生活中與那些有傑出思想的已逝的偉人成為朋友，那麼我認為你會過上更好的生活，得到更好的教育。總是會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優秀，你必須先成為下屬，然後才能成為領導。中 Man 2版序言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我只想知道將來我會死在什麼地方，這樣我就不去那兒了。無論順境逆境，都保持客觀積極的心態，這就是查理。第2講論基本的普世的智慧。如果你告訴人們事情的時候，總是告訴他們原因，他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你講的話，就會更加重視你講的話，也會更傾向於聽從你講的話。投資建議，你必須有濃厚的興趣去弄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背後的原因。如果你能夠長期保持這種心態，你關注現實的能力將會逐漸得到提高。歌頌長者，芒格論晚年的最佳保護鎧甲是一段在他之前被悉心度過的生活。在西塞羅看來，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正確的，那麼你到了晚年只會比年輕時更加幸福。這些金句濃縮了芒格關於專注當下、終身學習、逆向思維與晚年幸福的核心觀點，可作為日常自我提醒的座右銘清單。